Hello，5月1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有活力嘅領導者，無拘無束，行事果斷，執行力同埋決策力咧都非常之快。決定咗一樣嘢嘅咧，你就好快去行動嘅，轉數同埋應變力好快，好識照顧人。你唔可以俾人命令嘅喎，無論你嘅長輩又好啊，老闆又好咧，都唔可以柯打你做嘢嘅。你係一個不畏強權嘅人嚟嘅。喺感情方面咧，你冇一種特定類型你係中意嘅喎，你乜嘢類型你都 OK 嘅。拍拖唔可以悶嘅，你會搞好多活動出嚟咧，樂在其中。有機會咧，伴侶唔止係得一個，你可以接受 one night stand。結咗婚之後咧，有少少大男人或者係大女人嘅傾向嘅喎。喺性嗰方面咧，你中意做主導，會接受不同嘅性愛模式嘅。你好 enjoy 呢一個時光，同埋如果俾人哋讚下嘅話咧，你會更加賣力嘅喎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你好有上進心，好自信。一般嚟講咧，都會成為公司嘅核心成員嚟搞一啲嘅 project 啊，各方面嘅話咧，你嘅決策同埋行動力都好快，可以滿足到公司嘅要求。財運咧都強嘅喎，你可以揾到錢，但係持續性弱，你守唔到財啊。可能揾一啲啱自己嘅投資項目，長遠嚟講咧，先可以累積到財富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多啲聽人哋意見，接納下人哋意見。好多時你會將你自己嘅思想啊同埋諗法咧，駕馭於喺人哋嘅身上嘅。多啲聆聽，接受人哋嘅意見嘅話咧，咁會更加好啲。而接受人哋嘅意見咧，未必一定係抹殺咗自己嘅一啲想法嘅喎。如果做到嘅話咧，你嘅人生一定會更加舒服同埋開心啲㗎。